行業善事潛轉盤，作者阿文高是英強講下安神氣之作。安尼親曾經係兩班嘅美好，相愛相殺，無日無夜唔驚風浪。毋過也嚇毋能過寒夜，但請本愛知道便渴望潛轉頭擺嘅熱情。確定係愛情必要嘅信念失落，而未愛繼續前行。故事世界毋係愛嘅寄託，失意世界而係愛嘅動力。因為有你，愛才有勇氣面對世界。人生有愛才有才調開始承擔。不論幾時，愛會懵懵堅定嘅愛唔管哪日，愛會呆呆痴情嘅等潛轉，講愛同愛共下長長久久嘅談。神夢俺自細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